咱礼拜时间已经要到吼，咱备办心来准备礼拜。咱检查咱的手机啊吼，看有关机也是转做震动的吼，咱小可检查者吼。咱即时来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主阮即时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听候你，主啊，求你陪伴阮的心来礼拜。无论拄啊，阮咧无用什么代志，但即时会当安静心来到主你面前来听候你，愿你圣神的大力快乐充满伫阮的中间。愿透过今礼拜中间上帝话刺激阮的心，帮助阮的灵魂体拢得到精英。当阮仰望主的时，求你向阮出声；当阮亲近你的时，你必定亲近阮。阮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来跟对你，求你施恩祝福伫这中间。帮助阮满心欢喜快乐，敬拜阿乐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。请咱三甲来吟诗，俄罗上帝圣诗第181首，圣诗第181首，俄罗主耶和华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主愿感谢你，伫主你的在时，会当自持伫你的圣殿来敬拜、阿罗你。感谢主，你互阮伫台湾这个土地顶悬会当安然徛起，你的信手扶持阮，互台湾的百姓伫150年前马街来台湾的时阵，就会当有机会来听到福音。阮知影，阮还阁无够也拍拼来传福音。望阮每一个人都会当成做好的见证，做光做盐，互台湾有愈来愈侪人会当听到福音，会当成做侪侪人的帮赞甲祝福。今仔日是青少年主日，阮也要为着教会青少年来祈祷。伫即个结达多元、试探侪侪的世代，有真侪青少年、青年努力拍拼咧食头路，但是嘛有真侪青年毋敢结婚、毋敢生囡仔。求主特别来保守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来发出，嘛求主帮助阮的青年会当看到教会信仰前辈的性命脚热来学习，求信心教示阮，会当安怎用真理来建造阮的青年，互因来明白真理，活出真理，会当用性命来见证因所信的。每一个世代明白你的方式可能拢无共款，敬拜的方式无共款，祈祷的方式无共款。虽然无共款，但是阮相信，阮听上帝的心是合一的。主啊，我嘛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少年人后壁迄位带导者。守望者、
就亲像当初摩西栽培约书亚同款，栽培青年，建造青年，互因长大会当承接大使命，成做上帝国的精兵，头前来跑走。主求你帮助少年教会会当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，特别来成做青少年伫上帝国内底的一个温暖的厝体，因为疼，互因会当勇敢来面对头前的路站。主啊，我嘛要求你医治恢复阮中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有病痛的，求你医治；有软弱的，求你扶持。阮搁一摆甲阮的心交伫主的手中，求主开阮的心，信心跟着阮来领受今仔日无需要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搁一摆会当倒转伫主的面前，听你的话，嘛照你的话去行。感谢主，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无够野，只是阮要用主，甲是阮的祈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。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或伫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这时，请咱来交读启应文，启应文第36篇，伫信息的后壁第55面。启应文第36篇，伫信息的后壁第55面。咱要请罗世恩兄弟来传咱启应。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。有贫的人有福气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咬喙干、心无起的人有福气，啉槟榔的人有福气，清气心乖的人有福气。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为着佢白手捆托的人有福气，为着我，人伫勒骂恁、捆托恁、诽谤恁，万项的歹，着欢喜快乐。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。这时，咱要请青少年诗班领咱来学罗上帝，伊要吟的诗是：一世人，我要服侍主。
感谢青少年诗班用真水的歌声，带咱来学乐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3节。伫现代中文本355页，台语汉语本495页。下面请洪恩佑兄弟来带咱读经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咱永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用外表对待人。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家人入来恁的话堂，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车人入来，恁简单注意迄个穿水衫的，对伊讲，请来坐大位；对迄个散车人讲，你徛踮遐，也是讲坐我的脚踮边。安尼，恁减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咧判断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就听上帝有竞选世间的善车人，互因伫信仰上富足，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恁侮辱善车人，压迫恁，拖恁上法庭的，减毋是遐个好家人，因则是诽谤恁所领受尊贵名遐个人。恁若尊趁圣经所记载，就听厝边亲像听家己。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人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律法。因为迄位命令，毋通犯奸淫的，嘛讲毋通害死人。虽然你无犯奸淫，你若害死人，就是违反律法。既然恁特别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，就照律法中的要求讲话做代志，因为无用慈悲对待人的，伫审判的时，上帝袂用慈悲对待伊，慈悲也过审判。圣经以上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果照咧行的人。今早起，屏幕书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用心的眼光去看，用心的眼光去看。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每一冬，咱的教会拢有青少年主日。这2冬开始有社青甲学生青年轮流来分享。望照着这款的主日，唤起大家关心青少年事工，为着因来倒，期待咱的青少年会当互上帝来大大使用，加做主耶稣基督精兵。咱来看一段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专组的小莫。我会来参加小组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很多属灵的同才，让我觉得不孤单。但是我想要来小组的原因是，我想要追求神的话跟神的道理。就我觉得能跟相同年纪的朋友们在教会一起认识神，一起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，是一件还蛮快乐的事情。平常在教会参与小组，就是会彼此分享，就是每个礼拜来小组聚会都可以领受到一些平常
不会注意到的事情。我叫嘉里，我是香港人。然后我现在有服饰是我在手中团，收获就是香港来到台湾认识的都是同年龄的人，然后来到双年，然后去手中队的时候，就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，不管在属灵上面还是在生活上面，都可以就是感受到他们给我的温暖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祈祷的上帝，求你也是通听阮的祈求，为着教会、社会青少年来祈祷，互你面对伫这考验压力的时阵，会当勇敢去学习，无惊吓，无软弱。伫多元学习的生活管道下面，会当找到家己的专长，并且会当发挥因的专长。当伫好好互人欺负的时阵，因相信上帝掌权。面对茫茫渺渺的未来，会当透过祈祷找到家己的路，毋通放弃，毋通为着家己的欠缺来烦恼。虽然找头路无简单，薪水嘛无够用，毋敢娶某生囝，但是恳求上帝施恩祝福因头一个路站。伫这样竞争的社会中间，会当我靠你度过每一天。伫基督耶稣内面领受满满的愿望，祝愿同心祈祷，求你祝福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，阿门。也是青少年主日，可能大家感觉无共款，啊，都讲牧师啊，我的囝、我的后生嘛是伫青少年，啊，若无看到因伫遐现实。啊，这是高中生、高中以上大学，拢即马伫小组的时间啊！啊，这个时班是主要是高中生伫遐唱歌来学乐上帝。青少年这世代真正无共款，敢毋是咧？拄好看麦克吼，也较遮悬。以后吼要读圣经搁较悬时，这麦克无够用啊！这世代的青少年真正甲咱无共款，但是呢，有一寡共款的所在。这就是教会的青少年，毋知你有注重教会青少年无？拄啊咱所读经文中间，有一项代志来提醒咱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和合本的，还是现代中译版，讲我的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你是阮荣耀主耶稣基督信徒，就袂当借着外人的外表，无共款态度来对待人。我毋知你有想过讲，咱伫教会咧聚会中间，若有是新朋友来，我相信咱的招待同工真欢喜，邀请因来教会做礼拜。但是呢，有当时有一寡人，甚至网络顶头有一寡教会，教会形态无共款，甚至条件无共，看到遐送向人来的时，我爱猜伊，这是一个危机啊！所以早期初代教会有一个叫《使徒法规》，这本册有记载，那任何有一个穿水衫的人入去会堂，无论是本地兄弟姊妹，也是讲其他的人，那长老伫顶头分享上帝话、读圣经，就袂当落去安排座位，爱保持无出声、安静。因为其他兄弟姊妹会当甲因招呼，因若找无着所在，会当坐有贴心的兄弟姊妹，就要让座位互因。咱想看觅，其实初代教会就是有即款的条件甲问题啊。咱袂当用世俗眼光来看待其他的人，咱若用世俗眼光来看待其他的人。这就毋是教会，甲外口的团体就共款咯。伫教会中间有一件真重代志，就是用上帝眼光来看人。初代教会可能伊的阶层拢是社会较送香的人，自己做伙伫遐敬拜上帝。但是一个有钱的人，唱歌这亲金手指来到会堂中间时，因就开始有这试探。
有人就特别对因真好，因为教会需要经费啊，需要奉献啊。咱来看在疫情的中间，真侪教会嘛受到即款试探试验啊，因为教会欠钱啊。佮有钱人来到教会欢喜喜哦，有钱人来，有钱人奉献真济哦。但是这是一个挑战，嘛是一个试炼。其实古早犹太律法中间吼，这会堂吼，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也会有一寡法律顶头的故事。一般新闻这的人，拢是伫会堂中间来进行，无智慧，可能一寡法律的故事伫这进行的中间。啊，这律比就希望讲，来受圣早的人应该穿他爱共款。你毋知影穿甲哦西装，摕西装啊，尼古带安尼穿甲足正式，安尼足有钱的，表示你真有社会地位。伊讲袂使哦。第2世纪是律比是要求犹太教师律比就要求伊每一人穿他爱共差不多。这表示啥？伫上帝面前，每一人拢是共款。现今的社会有钱甲无钱人吼，你看会出来无？但是教会即摆有一个有钱人来吼，你可能看袂出来。即摆有钱人拢穿甲普通、清彩，可能穿皮衫尔，你知影？皮衫吼，你知影我意思吼？咱来看到这有钱人无钱人。这是外表哦，伊穿他，伊穿名牌的哦。我这做魔术人哦，看迄包包吼，迄皮包有一个20万，你知影？我根本毋知啊。我看每一人拢共款啊。迄魔术毋知行情，你知影？我嘛袂安尼去看待别人，所以无差。迄皮包20万，哇，这有钱人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拢是共款。咱诚做教会每一个分子看别人，爱用上帝眼光看人。但是有当时，咱咧看有钱无钱，啊，其他人看啥？你学历啦，你是博士吗？你是硕士吗？啊，你个什么款工课？你是医生吗？啊，你是什么代志？哦，大家拢看外表。但是咱是信仰的团体，不管倒一个人来咱的教会聚会，应该共款用上帝眼光来对待因。教会是信仰的团体。我会记古早常年教会，以早亡灵来教会时，无人甲拍招呼，无人睬因的。但是咱有进步无？进步真济呢。即网朋友来咱教会有亡灵的周报，拍你互因看，毋是看啦，互因摸啦，毋是看。摸迄圣经在后拢特别座位互因坐呢，这就是进步。因为伊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啊。咱看青少年呢，有人有其他的教会真正，我毋知网络顶头的其他的教会有安尼无？看这青少年来教会吼，啊，我用青少年拢开钱，无得趁钱的对无？毋是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是啊。啊，有真侪青少年来教会了后，就安那讲，哎哟，这青少年吼拢无得奉献的，啊，这无好，啊，就无得趁钱，哪有法度奉献？有的教会就无欢迎青少年啊！这囡仔来到教会了，用到乱七八糟，啊，教会讲啊，这无好，也是讲有这问题青少年来到咱的中间，啊，做爸母你会烦恼，带歹我的囝儿啊，会袂？但是上帝看待的眼光是甲咱无共款，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群人，是上帝意爱所听的人。少年人来教会，其实这是好代志啊。人讲即马面临少子化，真侪大学拢关掉，但是教会若有青少年，咱应该欢喜快乐啊！敢毋是咧？看到教会有这青少年出入入，表示咱的教会有未来啊！有一寡教会咧，美国有一寡教会咧计划关教会，你知？因为无会友啊。咱面临一个少子化的世代时，你讲啊，无输，咱可能青少年的儿童主流会减少，但是不可能会减少，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咱有去传无？咱去招好无？愿望即群人会当来到咱教会，来到咱的教会的时阵，你有欢喜快乐来接待因无？
用上帝听来听伊，那参像伊是咱的囡仔共款啊。所以第二项要有正确行动力，毋通偏心对待人。第40所在，第80安怎讲？就要听厝边亲像家己。现在动语本嘛是讲听人亲像家己，毋通偏心啊！你对待即群青少年，虽然毋是你的囝儿，嘛毋是你的孙，但是对教会即个大家庭来讲，你就爱听因亲像你家己的囝儿共款。咱来帮咱的青少年，莫想讲青少年只有开钱，即款是较坏即款的观念。其实咱青少年咱注重，咱帮助伊。伫家庭内底上后开钱的，就是青少年甲儿童啊。有的父母要栽培因成长，开钱上2个班拢无要紧，就是爱栽培囝儿成长，好去社会，伫即学校伫学习，伫教会社会拢诚做良别人的帮衬。所以，咱来帮衬青少年是。帮助这儿童时，爱用因的眼光来看代志。教会设备内底，互儿童用的，甲互青少年用的，敢有共款？或者年长的用的拢无共款啊？是照着因的需要，毋是讲拢会使，大家拢使用共款，而是讲无爱伫的再互因用。这种就是无好的观念。但是咱的教会咧，注重青少年，咱隔壁咱的组织所在，来互这青少年来使用。互因有啲小组的时间，会当伫遐分享。青少年是咱教会未来，咱来帮助伊。教会需要即群青少年做伙服侍，但毋是当作是工人共款。咱会当鼓励因，互因伫服侍顶头，诚做教会帮助。主要所看待每一个人拢是共款。即群人是咱的囝儿。咱就爱帮衬伊。当有人批评你的囝、你的后生、你的查某囝时，你会安怎讲？当人批评这青少年时，你那参像批评咱家己囝共款。咱必须爱来为着因来出声。若讲这无好的话，也是讲无实在的话，咱爱出声来替因讲话，无可能有第2摆伤害啊。所以第3项。咱要怎样协助咱的下一代青少年？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讲，毋通互人看轻你少年，无你的言语、行为、贴心、信心、清洁方面，要诚做信道模样啊！其实咱来鼓励这青少年，爱诚做信道的好模样，因为信仰甲年龄无关系，甲性别差别无关系。是甲你的信仰、你的态度、你的性命有关系。咱要怎样帮助咱的青少年呢？头一项最重要，家己本身做主，做模范。咱的态度观念会当影响咱的青少年，甚至塑造咱的下一代。有当时我听到有人讲，第3场才是主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3场就上重要，人上济，奉献嘛上济吼，所以是主场吗？第1场、第2场、第3场、第4场，其实每一场拢是主场的。但是什么是主场？你知影？主耶稣同在伫地才是主场啦。主耶稣伫地，你伫礼拜中间有主耶稣同在无？这才是主场啊，主在场啊。咱的性命、咱的态度，可能咱有当讲话无去思考、无去想，但是有可能人听到哦，主场是第几场？其实毋是啊，每一场拢是主同在一场礼拜。咱家己讲话，甚至咱家己有做模范无？我会记迄当阵，咱的130周年研讨会中间，真侪只长辈去捡粪扫。江水，各支搬这倒啊椅啊，青少年有在看呢。你毋是讲我是长辈，所以青少年做到要死，叫你去搬倒啊椅啊？毋是啊，你家己嘛斗搬，
你若身体勇健，就当斗搬。家己本身做一个模范啊！青少年毋是看你，毋是听你讲啥，是看你做啥。你要求青少年进前，你家己本身爱食做一个好的模范，无伊会讲你讲的尔，我着听听就好。咱来看进前咱所读即个艺术帖，艺术帖其中间有一个也亲戚叫也属灵的家长，叫莫迪改。莫迪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是诚做一个艺术帖真好的模范啊！伫即少年艺术帖要诚做王后进前，拢是伫莫迪改中间伫教示帮助伊。莫迪改是敬畏上帝的人，看到哈曼来，即王国中间上界重要的人来到伊中间时，伊无伊跪落去，无伊跪上帝，跪拜上帝，无跪到遐哈曼。所以咱看到艺术帖知影，伊知影伊的即属灵的家长好的模范是怎样引出伊性命，为着同胞，毋是为着荣华富贵，毋是为着名声，毋是为着地位。所以咱家己本身做模范真重要。咱怎样伫服侍，怎样伫帮助教会，因拢伫看。第二项，为着因来祈祷、代祷。艺术帖请莫迪改来甲其他人，伫艺术帖要祭王进前，伊讲：请你为阮来代祷，敬正，甚至是敬正祈祷。教会少年人有真济理想目标。甚至有上帝来负担甲使命，咱会当用祈祷来支持因。我相信咱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。咱祈祷的中间，比咱用念的、用念的搁较紧、搁较好。我邀请中部、大埔的兄弟姊妹，也是咱的长辈，咱做伙为着这个世代青少年来祈祷。我相信信心会去望着因的心。帮助伊的生命改变。当祈祷中间，上帝做工啊，赢过咱所做的。第三项，容允伊有犯错的空间。这条道吼，是咱的国中心吼，因伫小组中间咧讨论讲，要怎样服侍教会？有人讲吼，要参加敬拜团司琴啊，做鼓手啊，有人拍鼓啦。有人就敬拜团服侍，也是讲宣教，但是要宣教，搁写重点是爱军队主耶稣的带领。过来帮助遐身体欠缺的人，搁有啥？用家己所经历到的来服侍，来传福音。营会中间做辅导，教会中间有带这破冰游戏，带敬拜，做音控。带诗歌，帮助主礼屋，这是因写的咧。你讲写，我说哇，这群青少年真好，对无？我讲，但是有当时嘛出问题咧。讲要带歌，叫时间到，还未出现咧。要唱歌，唱到哩哩啦啦，嘛有可能啊。讲要带游戏，讲家己算啊足欢喜。我讲无要紧，就是要容忍因失败、错误，包容因才成功啊。教会咱遮对长辈，就是爱容忍这青少年空间有失败的经验，才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无失败、无成功的未来。第四项，言语顶头爱过这是咱的这个营会这青少年参加营会啦吼。这营会吼，这啥营会是by教会办的，但是咱的大学生。在带这高中生来参加这营会，互相照顾。到伫大汉的所在，遮尔好的所在，大做伙啊，算做伙啊。这是篮球营，篮球营是咱的大学生、高中生去带这高校的学生，教因拍球，甚至将福音传互因。嘛互相斗相共啊。第三项，这是拍鼓，这是咱家己教会办的青少年。有世代传承，大学生、社青帮助大学生帮助高中生，高中生帮助国中生，帮助伊伫营会中间领受上帝来话，信心来的充满，
帮助伊伫生命中间改变，会当愿意来服侍，这是咱的营会吼。咱来牧区的营会嘛是共款，帮助主日学哦，咱青少年爱帮助主日学，甚至有福音队，或者是咱去台南东山教会迄庄卡所在去传福音。今年咱要到伫台中，这疫情正经啦。今年咱要去台中港教会，迄嘛是较偏僻的所在，去传福音啊！爱训练，爱操练。当然训练操练中间有做无好的所在，但是就是爱甲因装备训练。过来言语顶头爱甲伊鼓励。我时常听到有只长辈在鼓励青少年讲啊。你生甲真悬啊！你生甲真缘投啊！你生甲足水的。我讲，这甲因都无关系啊。为啥无关系？甲信仰无关系啦。咱来鼓励因的是爱鼓励因的品格甲信仰。你真够读册，伊的爸母就头较好啊，真够考试啊。但是爱鼓励讲，你有真认真读册。嘛有共款有来教会，这才是鼓励啊！毋是讲你真够读册，第一名真好，有人无来教会嘛是第一名。咱教会有奖学金对无？咱奖学金是鼓励讲，你学期至少爱来一半以上来小组，还是来做礼拜，有信仰啊！毋是讲你真够读册啊！甚至有诶读册无读遮尔好诶，有进步奖。这是鼓励因讲，你信仰是上介重要诶，毋是鼓励因外在诶物件。啊，毋讲你倒去上班台积电真好真好，这甲伊信仰有啥物关系？有人甲讲牧师啊，你会帮助我这囝伫高中拢无来教会，即么大学考了叫伊来。这久拢无来就无爱来啊咧，啊是讲有人讲爱尊重因家己决定啊，尊重决定吗？啊是鼓励因来教会，这无共款啊。有人讲时常讲一句话，爱尊重这世代青少年家己决定信仰，毋是呢，咱是爱鼓励因的信仰，互因伫青少年中间拍好根基啊，尤其是生命信仰的根基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讲，毋通互人看你少年，无论伫言语、行为、疼心、信心、清洁方面，都诚做信徒的模范啊！咱来鼓励咱的囝儿，诚做模范的，毋是讲你真够考试呢，毋是讲你做啥物头路呢，是你的信仰、你的行为有下着上帝的心意无？第5项，较侪同理心的，同情甲同理无共啊。同情是你看悬，徛较悬悬，看这青少年这我较有经验，我较有能力，你无你这小屁孩。但是同理心是听到对方的立场，并且咱教会是爱听到真理的立场，上帝话语的立场，看法做基础。少年人当然有真侪想法，无一定是对的。咱爱甲伊讨论，爱甲伊沟通，为什么你安尼想咧？为什么你无想要来教会咧？你有甲问过无？有沟通过无？还是讲无啦？你一定爱来，我就规定你爱来。为什么无想要来教会？一定有原因嘛？是讲伊教会来教会互人欺负？是讲来教会感觉足约束的？感觉有啥物所在毋对的所在，佮来讨论啊！尤其是这社青，伊出社会了后，社会环境真侪试探试炼，伊拄着问题，毋知问啥物人，爱问遐出社会真久的有信仰的前辈，甲伊讨论啊！你变圣经嘛变袂赴的啊！咱诚做一个信仰，这场中间诚做信仰的前辈，你知影？咱的信仰，咱的工课要怎样结连做伙？你上届有经验，你就要帮助因，帮助下一代社青，互因理解，当遇到这款的困难时怎样处理。第6项，诚做因的靠山，
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拢鼓励咱的囝儿好好读册，供应伊学费，甚至补习也尽量去补。你愿意去读就尽量读，博士、硕士拢无要紧，我就找两个头路拍拼嘛，爱供应你的需要。可能有的父母是安尼想，那教会咧，教会若为着要栽培咱的未来的青少年，即摆青少年未来的教会才心灵，咱的会友、咱的长子，甚至咱的牧师，你是怎样开偌济装备，开偌济钱，愿意互因去上课的？有一款音乐的释放，信仰的装备，咱愿意开钱陪因去上课，鼓励因去信仰的栽培吗？为什么咱安尼做？为什么咱要食做伊的靠山？因为伊是咱的亲人，咱厝内底的人。我相信，少年教会其实有一个贴心，佮愿意栽培青少年的所在。咱嘛有这资源、钱财来帮助咱的下一代，是超过以前所有当互咱这青少年的。咱当然，咱教示咱青少年讲，领受这就是稳定，爱感恩，爱感谢上帝，爱付出，回应咱这个世代。第7点真重要，就是爱世代来沟通。每一个世代拢无同款。我的世代，我伫读册时拄啊 PC 啊 ，personal computer， 即电脑、个人电脑拄啊出来尔。有教会这长辈袂晓使用咯，咱就教伊安怎使用，要来用 Word， 用这DOS， 用这物件。现在咧，等我囝出世的时有着手机啊。我本来用安卓系统的，即马用 Apple， 佫无使晓用，那请教咱青少年，请教我查某囝较后生呢。这是世代无共，即马的世代是 AI 的世代，佫我无共款哦。有人讲哇，牧师啊，即马 AI 的世代吼，啥物拢透过这 AI 来处理啊。但是我有讲，有一项代志袂当完全透过 AI 来处理，就是咱的信仰。咱的性命换出一个基督徒的香味无？咱有愿意栽培下一代无？咱的信仰拄着问题时，你可能毋是透过 AI 来处理来解决，是你爱祈祷、读圣经、领受上帝来教示。愿上帝帮助咱少年教会青少年，帮助咱每一个人只要做青少年模范，咱就会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稳定的主宰，怜悯人的主。我求你帮助阮有听心来栽培青少年，愿意开较侪时间来资源来协助青少年，互阮的教会充满着愿望，互无共款世代兄弟姊妹彼此来帮助，互相了解沟通，会当起造一个愿意传福音、听人听主的教会。伫这黑暗的世代，教会会当透过你大力的气来转变社会、转变国家。愿你听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第415首，圣诗第415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这时，当请咱来奉献。请咱起立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。阮愿意奉献的，毋若是金钱，搁较是阮的专心、专人，会当成做主你下用的器皿，所做的会当合主的心意。阮嘛也愿意做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，成做济济人的帮赞甲祝福。特别真侪青少年的帮赞甲祝福，感谢主，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今麦我来报告，本周特别事工，本周日是本会所定的青少年主日，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共同关心本会的儿童甲青少年牧区的事工，而且为咱的青少年的信仰、性命、学业、人际关系，伫教会服侍。来关心带导，若是你厝内有青少年的嘛，欢迎邀请因会当来教会，来甲阮做伙聚会小组。第二项，肢体关怀，
本会会友李旭才兄弟、汤秀娥老师的先生李彦颖兄弟的老爸，伫6月1号安孝主怀，定伫6月18号后礼拜日上午10点半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至今一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刘仁豪兄弟的老母陈丽香的大家刘晓敏女士，伫5月31号安孝主怀，定伫6月25号下昼8点半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福寿厅举行公祭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郑英吉兄弟马珍珍姊妹的翁婿，伫6月9号安孝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社青的牧区的事工，伫本周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，伫10楼的礼拜堂有一个职场面面观的座谈会，主题是进入数位新时代。有3位讲员，伊的一场的经历，会当共同建造咱伫工作甲信仰中间的正确的价值观，请大家会当来参加。牛埔庄讲义所委员会有专题，伫后主日6月18号，讲题是石坂民夫在台湾说三道四，美中对抗时代的台海局势。地点嘛是伫10楼礼拜堂。伫第3场礼拜了后，阮有一简单的中昼顿，所以爱请大家报名有 QR code。若是你有参加上帝教会团契的客友，你会当直接团契会长来报名。请团契小组的负责人罗敬庭干事来登记。你若无参加小组还是团契，你会当用QR code 也是连结来登记。这时请裴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牧养代祷。毋知有头一遍来到阮中间做伙来敬拜的无？无，咱即时咱做伙来同心来牧养的代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怜悯人的主，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有亲人过身过往，但是主，你是因后的主，永远的主宰。愿上帝你安慰夫妻帮赞这家属。透过兄弟姊妹祈祷关心，透过这一切告别礼拜的听书的中间，领受上帝来大能开导甲安慰。主啊，我的关心有限，但是你是无限的上帝，你是怜悯人的主。愿上帝你应出声，伫哀伤的中间，或者家属领受上帝的疼，伫无奈中间。对上帝话有仰望，当天口的中间，兄弟姊妹甲因坐做伙天口，做伙哀伤。愿恁听阮的祈祷，实行安慰夫妻的帮赞的工课。祝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靠主耶稣圣子名求，阿门。这是请咱起立来唱散会诗歌，这时礼拜就要散。
咱做伙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疼叹、信心的夫妻帮赞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谢阮强受车欠。